我是阿爷嘞，我是料理先生，我好煮菜，没好交朋友。料理唔但想做得本人吃饱，没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嘅距离。我要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嘅想法、我嘅感动，还有我嘅爱。我是小虎，从这道菜，我请来食好食的东西。故说我对料理同煮食都有兴趣。我可以跟日式烤肉店，大摆我看到日式都好食的东西，表现出满足的表情同快乐的笑容，这就是我真欢喜的事情。欢喜分享是一个有关爱、老分享的分享。我哋今天带定欢喜分享出发，去拜访台湾辛苦付出的劳工朋友。假使有看到我哋，欢迎分享nhà嘅食材，希望大家做得让我哋共下来欢喜盼作哦。欢喜出发哩，祝福大家都是。好朋友夾夾來，愛唱一首紅牌，大家共下嚟打掉時。到台灣有1100萬3個基層勞工，有一啲勞工朋友認真散漫嘅付出，唔驚風吹日曬，表出台灣安定嘅力量。我哋今天出發，去請一啲辛苦嘅勞工朋友，認識各行業嘅工作內容，還個用我哋嘅松鼠做一餐溫暖嘅料理，來為散漫做事嘅勞工朋友加油。多麼巧運嘅嘗試，公車係你民眾千遍利嘅交通工具。唔管北風浪雨，人多人少，同樣嘅路線，同樣嘅時間，公車司機嘅經驗就會勞力好安全嘅送到佢愛去嘅所在。根本嘅我哋轉到故鄉苗栗，2020有82年歷史嘅苗栗客運，來了解佢哋嘅工作內容，還個為佢哋歡喜盼作。公車司機是個很愉快的工作。最大的责任是保护乘客安全啊，让乘客安全到家这样。就是个服务业，但是要有很好的那个体力跟精神这样。站长。是你好，你好，硬一你啦，我小虎，根本嘅捱到愛來呀炒炒，因為從細炒到大嘅菜，既然愛帶捱到去炒那台菜，要台812菜，附近在你還得，都你還得愛去嘅地方，真啊，哦好啊，嘅呀就利用，好，我先出發，我先例行檢查你嘅材料，咁樣捱到，你就帶捱到嚟，好，你那邊，麻煩哈。來，阿月小虎，我幫你們介紹，這我們苗栗客運的許師傅、許司機。小哥你好，你好。你丫頭做乜嘅？我在做行車前的那個安全檢查。4架巴士吼，叫專案動員。不是出發前，你檢查檔的啦、乜個油啦、乜個水啦，佢真係當重要的事情。原來體驗過後，張地講，我出發之前還有按到嘅事要做，乜個無油山水要檢查，然後張做的出發。張地講，原來嘅司機前面還有按多嘅事要做，也係一個對乘客嘅一種保障。都檢查完了，可以出發了嗎？不行啊！我們出車前要把車子裡裡外外打掃乾乾淨淨。賣相很重要。色彩。對。許大哥，現在我們要洗車，該用的開始。洗車就你們兩個負責刷，我負責噴水，這樣就好了。你都輕鬆的。我第一次這麼輕鬆，也讓我輕鬆一下嘛。好，現在開水哈，你們在那邊等着。可以刷哈，從上面往下刷哈。上面往下。對，你很專業，下次這個來我們這邊洗車哈。我可以當工讀生了啊。
哎呀，万难一心哦。小虎，呀茶的吼，哎，爱洗洗臭豆菜的呢，无想到爱根本就来洗茶的啊！萝卜洗好了，哦，还底包嘛？哎，还有里面哈。哎，对对，然后出茶的风。啊，等一下出车，我们现在做内部的清理哈。你擦这个椅子擦干净一下哈。啊，你比较勤快，地扫一扫，好，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哈。也没当你就要走哦，每天都要擦吗？对啊。哦，无人晓菜，哦，倒血，哦，给头摆有无？都茶的风啊，是偏冻啊，是薄啊，是饮料啊，哎呀，是口香糖啊，青菜对吧？压中我们的，哎，我拿到钱，我捡到钱，明明来收听来。那钱要交给公司的，不能放在口袋。害我白白高兴一下，这样比较拾金不昧。清脆的声音。不甘愿。很好了，但是还可以再更好，下次还是再来洗一次。那一次吃到吼，坐巴士是件当神奇的事情。我细细的时候，妈妈我带点我停在露台坐巴士去停家婆买菜，家婆就请来就是台面。细细的时候唔敢去甲坐嘛，小好的时节吧，就敢去甲坐的。这时候就知道当紧张，知道给问讲当恶。不过还能买票战战兢兢票高比吼，眼孔以后这样坐定乖乖坐定，坐到我死的地方安尼。日頭踩喺端崖來講啊，當熟悉。係啊，寫小豬魚嘅呢。哎，離開崖就幾執種，就停車坐呀。苗栗客運，苗栗客運按用1多年咧。 81年的歷史咧，有1多條線哦。差不多有你30條路線哦。頭份啊，水流東南莊啊，石頭山沒有，向天湖、仙山。你去山路嗰度冇事嗎？ 我有。啊，你的司機啊，因為市場啊，你講到嘅4條模式啊，就上到崖細坐公車，停車位分叉。因為尤其係你嘅我去苗栗咧嘅山路嘛，哎用搬來搬去，搬到苗栗就拄好跑。大型车哈，它車子長，死角多，常會發生事故，就是這樣來的。最困難的是車上的乘客。 你如果說要轉彎要剎車，還要注意說車上的乘客有沒有站起來，有沒有在移動。所以大車嘛，就是小心為主啦，讓那個乘客有一個平安的那個坐車的環境。有一次哈，我在尖山附近的時候，有一位老人家哈，他坐在車上，然後就是他在換位置移動位置，忽然間路上有狀況，我就剎車，那個老人家整個跌倒。那時候就看他好像很痛苦的樣子。 那時候就跟車上的客人講，我們先把他送醫院去。到那時候，幸好這個老人家是，據後來我們知道了，身體是沒有什麼影響，那是記憶蠻深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你們平常吃東西係生乜嘅咯？某年為主食咯，冇像我爸上來煮。冇，全部生都不會有。偏凍。嘿，超。咩冇辦法好多菜好是偏凍啊！意思我夾出來咯。這樣用，因為我哋分一盤走，就要出來煮飯本就是做得本的點菜。好，給我做點1份尖山的炒米粉。帶到呀，地方還會上好食炒米粉。哦，你尖山的米粉是不當有名哦。那你真的是內行的。尖山米粉嘅米粉，真係係全國第一嘅，好食咧。當有客家米嘅，當傳統嘅米食，嘅就搞不挨。好，那就搞不阿月咯。好。按用當中，慢慢來，當中就試到新竹嘅咧。錯啊，新竹市嘅哈。錯，要做你新竹嘅最繁榮的地區啊。最輕重嘅地方。唔講，我哋可以去炒米粉，可能有啲會菜啊。
嘅人入台菜遊戲嘅頭款嘅下工業嘛？哦，我呢台菜冇哦。冇啊。我再安排另外一台菜，本來就去下公園。哦，就講茶盤茶。哎，錯。好啊。有看到架電視台嘛？有壽司奶嘛？俺那接啦，嘿呐，阿爺小虎啦，還有個主色的啦，了解了完哦，廬山真面目，哎，加一家哦，這個不能面膜暗眼哈。這樣為老嘅司機先生，不要給司機哦，不能跟司機先生那聊天哦，會影響他們開車，怕他們分心，知道嗎？阿姨70人歲看唔出來咧。70人歲啊？係啊。你按時髦嘛？講70幾多？75誒。哦，75哎，跟你平常是哎呀，我去家做工茶忙那一走嘛。我去，跟我做工茶应该了，哦难了。哦，一塊給了。哦。你那邊會多誒？會多誒哈？誒，3幾條？會多誒啊，Kim 咩嘛？下茶一兩。喂，哦，阿姨行好哈。不是啦，我聽聽聽。冬天啊。一擺轉來苗栗做工茶，感覺當親啊！不過佢用時嘅工茶嘅感覺無同樣。根本伊做到嘅工茶當過嘅時間，就本來想到細時間做得有糖到嘅辣椒、麥藥嘅，然後變客家嘅音樂嘅一樣嘅氣氛。不過一下嘅工茶就有遐多嘅規矩，做唔得是東西啊，個做唔得留司機打嘴鼓啊，因為伊係味道安全嘅。伊按樣做係錯嘅啦，不過就係較少到嘅按樣細細嘅工茶，然後留民眾有互通嘅按樣嘅感覺。What is your job? Factory. In factory. OK. 來台灣2年，都工廠上班，還有慢慢去讀書吼。英文真係當冇。How old are you? I'm already 27. 27. 27歲，冇再問你，英文講用體嚟講翻。謝謝。客家莊的人哦，剛開始來的時候是覺得不習慣，因為我覺得他們都好像不是跟我在講話，但是時間一久了，我覺得他們蠻熱情的。苗栗客人哦，很有人情味，讓我一個家安穩的過了20幾年，小孩子都長大了。哦，一下平常就變到入味，你就嚟放鬆。我選菜，油槍他家嚟變菜，好你。大姐，我讓介紹一下啊，一個節目係客家天師台，廣戲攤作，要來募集食材，大家出菜，我就出力，然後一起出，唔要出菜。5班哦。我们这边蛮缺人的。愛唱一首紅牌，太家中下一大條線。一下平常就變到入味，你就嚟放鬆。我選菜，油槍他家嚟變菜，好你。各位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客家電視台嘅阿爺咧。今日咧，來到頭誒，想去煮飯飯，同辛苦嘅苗栗客人咧問講說。故所今日我請大家讓我哋共下來結緣。希望大家嚟出菜，我哋來出力，我哋平常咧這邊嘅中正路嘅市場口。共下來注意傳潮南嘅料理哦。發揮日嘅愛心。
安主席。阿姨很好很好。平常时嘿有赚了就会去市场买菜，买菜就点点的买菜。然後有陣時可能會有一兩個阿姨啊，也係送妹啊，會認出來，然後就帶下這父母嘛解，我1拜來1片吼，就吃到當中全部規街路嘅市場嘅人全部就有壽司，然後會打這副，就吃到也當中來開同學會哦。你好你好，你好，市場興業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好好，來到故鄉嘅市場啦。壽司的人當多，點都排隊啊！好漂亮哈！那邊天窗看到你，現在看得好漂亮。係嘛？是這樣，是這樣，是這樣。希望大家來發揮也個愛心，安主席，安主席。哦，業績。謝謝，謝謝，謝謝。放鬆好嘛？哈，放鬆好。大推骨流。就是他2個人煮菜啊。對啊。帥哥美女嘛。啊，就這樣，就這樣，就這樣。好嘛，一起來都請快點。對啊。我請快啊。來把一個啦，從哪用腳去都會啊。哈，太多了啦。哎呦，太多了啦！來，帥哥抱一下。不管拿回去吃。沒有沒有。謝謝。就這樣，這樣。哦，放鬆都差唔多誒哈。宣傳應該宣傳多了吧？哦，要回事 OK。我你就想辦法來打工。豬肉，豬肉，豬肉。特講樣，我哋去客家天是特眼嘅嚟啦。嗌小虎。根本我哋可以煮出一盤苗栗客運嘅司機朋友食，古所上嘅潛到嘅肉，上嘅肉嘅肉，炒米粉，我愛3層肉。3層肉。唔過特講樣，我哋嗬，冇錢哦，愛人用碗嘅哦。哦，多謝碗咧哦。做什麼？咁樣，我哋就看到人做乜嘅，嚇，要煮毛愛綁嘛，煮毛綁槍咧，綁槍嘅，啊，有人來，米中過了，米中過了煮乜嘅？要多少？就一隻啊，一隻，放多小塊一點，好，哦，多小塊點，愛讓多，愛讓多，愛讓多，你唔會多，唔會多，愛試看啊，小姐，按有冇跳台杯嘛？還有辦法再小嗎？再小啊！你考驗我的刀工哦！不要怕，努力，努力，哎，對啊，快睇咧，就家見，哎呀，我幫人推貨啦，咁樣嘅咯。看做書，做書邊個還有啲啦？哦，92，90塊哦。謝謝哦，謝謝。哦，小虎，要不然你了？哦，我愛3層肉都要唔要？哦，呀，得真運動獎咧。唔過我冇皮嘅，我愛煮炒米粉。炒米粉，人家冇骨頭嘅地方啊。好啊。哎呀，皮最不能拿去煮控肉誒。啊，按上哦。啊，啊。可以按多皮哦。沒啊，就你要洗污啊。係啊，加豬皮，哎呀，有冇翻來膠質啊？哦，分開耶。哎呦，呢邊係幾多嘅咩？拿嚟買咩價錢？好啊。我跑一下。我跑嘛該？跑過。不如即刻跑啊！哎呀，買豬肉嘛。啊。哈。咱梅花肉要做。醬豬肉好棒飯，皮豬肉捆讚。好啊。好咧，牙嘅拉咧。牙嘅咩好咧？安排些冇做嘛些，人條樣翕上相好嘅。什麼？豬肉到手。好，安子生。给。哪一个？哇，大姐，你买这个红糟，这是鸭还是鸡？对，这个是鸭。鸭哦。鸭哦。这个回家怎么吃啊？就这样吃就好了。哦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对啊，哦，最好吃。睇住有個董珠山澎湃哦。我是董相哦。大姐，我讓介紹一下，我要到節目去客家天師台，講去攤走，要來募集食材。大家出菜，我就出力，然後意思出。唔愛出菜，唔愛出菜。
哎，按用加菜呢？对啊，走马，走马。哎呦，真不好意思，真的是太感谢你了。我请你吃我做的蛋糕。不用啦，你这样你不吃我的蛋糕，我觉得很没面子嘞。是我自己做的嘞，因为我们不能白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听看那东乡那个这个做的，哦，好香。后悔说不要了吧？3 day 这样。3 day 吗？当感通。哎，你做要到节目，我去邀请大家，然后老大家讲，哎用分享嘅观念嘛，其实冇咁简单。亚早太子，佢真然就会想去老人哋分享，然後佢了解你嘅節目嘅內容過後，佢就想講，我老人你同他分享，就會知道，啊，台灣真然都有年輕味。那个黄黄的那个是为什么比较黄？这个玉米鸡，玉米鸡拿来煮鸡酒好吃吗？好吃啊！我没有带齐。对。还是我们自己切？来围裙啊！拿围裙是吗？帮你分蛋糕。好。哦，是可能。哎，后生张蕊包拿，好不好？你吃一口，跟大家说好不好吃？我这样，哎用这样顶来包你都给用冇啊？哦，好吃嘞！以后再来。蛋糕好吃哦。哎用做的包你都给嘛？做的啦哈。做的。5班哦。我们这边蛮缺人的。哎，哎呦，我不会失业哦，哈。太厉害了。哦。上辈子我一定是杀鸡的。你看。男生力气比较大，对啊。啊，我懂那边吗？哎，屁股哎。然后呢？好，要叫好了。好，回来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厉害。好。小哥按这些哦。按这些。玉米鸡到手哦。谢谢。拿到材料。哎，我下工呢？我愛找一個用嘅，故說。哦，我以前下工，以前啊。行嘢。好。一片油我愛嘅油嘅，還有呀下鹽嘅，還個下咗香菇。那片生理當好，没有，將會高超都記得。没有。怎樣？我就去客家電視台啦，我少量件下工，唔過我冇帶錢，我做做事來揾嘛。做唔得啦！啊！我本人想講吼，落啲客家莊啊，我應該當有辦法，冇上到嘅體壇條件樣，聽講做唔得。我當時心情吼，寫唔出來，也叫唔出來，我唔怕啦，全拼一談。調羹友，那我想要有一些你們家的食材，可是我沒有錢，然後我可不可以用蛋糕跟你們換？問阿公吃一塊，阿公，讓我去給他做的哦。哦，謝謝。你先生意還有看到後生冇？做的冇？做的好。哎，阿公說做的咯。調羹友，來啦。所以得試看啦。好食。哎，真材實料呢。阿勇做得冇？做得哈。咦，調羹友，今日就去甲接了。哦，阿勇就好。哦，講下那香菇。哦，有香哦，有香。講下來。有哎，好，安志生，那这样子我就带走了，老板娘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咁樣，我喺客家電視台啦，歡喜攀作，今日落嚟也好，我想喺攀作本嘅當辛苦嘅本講師啦，咪啲客員嚟啦，我少學2件下過，唔講我冇帶錢。没关系。幫我填數碼嘅，要我做什麼？你帮我招揽客人就好。賣魚是不是？對，是。佢突然間很愛講，我聽佢賣魚啊，特台就講賣魚哦，全部講同樣嘛。咁我就相對就，我睇佢嚟注意較好笑嘅方法嚟講出一條話嚟。喂，睇佢賣魚哦，唔係看似啊唔似哦，看木做，唔係看便宜冇便宜哦，看條價都咁哦，條價冇錯，我叫聲入面哦，好啦，裏面，誒，聽下用聽下抖一下。
過嚟啦好啊好啊，安住先哦，安住先哦。啲啦對，安住先。好，安住先，安住先。朋友，生意也做到誒，我出去揾2件下工嘛，做得好。好耶。朋友，安住先。好，謝謝。蝦子到手。阿哥，養嘅來了。阿媽送來啊！對，聽我用。喂，一隻哦，我都買菜啊。乜嘅啊？玻璃菜啊？做麻煩。好。阿叔，對。你看我打工做嘛？唔是啊，阿哥哥唔是。阿叔，真嘅哈。阿叔，好，俺要睇 keep 掌聲。好，俺要 keep 掌聲，自拍。哦。安住先啊，哥啊！送到同一度啊！呢個捧會掉到位啦啊！好，謝謝。好，謝謝啊。這個看到底部有嘛白？當時唔拉呢？就什麼樣？唔拉。唔怕。啊。鴉片係我嘅鐵盤。我帶你錢，係我要用嘅東西。有看到哦。肯定係行咗超貴啦。講咩啊？所以都要睇。講咩啊？冇撈虧啊！給，江山米粉嘅。喺細時節就看到當到面，都要打 V 嘅西米粉，下邊有一個荷巴。哦，真嘅啊？係啊，聽講當做以前青島，差唔多有40人。哇！嗰40人嘅，去哪件？冇啦，一下就一件。啊，就一件啊？因為入手工嘅行業，一下冇人來做嘅啊。哦。我們來去碰運氣吧。你，這個啦哈。見不見我哋話去苗栗客運煮菜本嘅溫江子弟生，上嚟人拿台灣米粉做得冇？你講是炒米粉，你要炒米粉好啊好啊。不跟人湯過，你要卡米粉清後生。哎呀，清後生咧！有一傻批哦。好啊。唔好停烹啦，係兩個做些嚟冇。即係依間鋪啦，唔可以難做啦。我講係就用嚟做哦。從小都炒苗栗客人的炒菜咩？佢自己也辛苦啦。如果炒條米粉比較細，也唔會多耐啦，也以後啦。張生，大班好咧。做些，我就帶到一種嘅隔壁人，有時會見過，就會看到佢哋開店嘅。用嘅米粉咧，嘅蛋糕然後去荷包去洗米粉，不過一下空氣下冇安好咩，故所就會到嘅地度嘅屋地度去拍，一用米粉就下強力。麻辣魚，對啊，即係慢啲，我聽得做。不用了嘛。做得嘛？好難哦。拿出來，我兩邊有點少吃很多嘅，我要面包的。打槍。有醬又俾我落到，哎呀！當然當沙皮啊，唔講係知道記得，係安慰我，係鼓勵我嘅。其實所有嘅婆婆媽媽裡頭啊，年紀就動態，啲都係用80人生，用嚟做嚟做書記咯。當然啦，伊當認真應做啊。小虎，
大哥，我哋做一句诶。做了，点多诶，是吧？温州两方面嘛。做得啦，做得好。各位泰国泰籍，我哋生意了，我哋做菜耶。哎，拍手呀！哇，原來一下一就係細號嘅米粉，按幾捆哎，嘅。哪那困真好呢？誒，一包也一捆。有啲人都沾三米粉咩？誒，真有名嘅。佢按樣根本應該都做得温度多哦。係。冇咁容易到嘅啦，你做咩拿一把去炒看啊？看到好，炒到好是怎個炒啊？哦。咩所以呢個本苗你學用呢個温講自己識啦，咁老人家識啦，啲咩事咩做得啦？好啊。有啦，食片啦嗬，食片拿做去炒嗬。哇，要重點點嘅。有嗰時仲會食片啦。哦，仲睇過什麼啊？什麼哈？這2-3年雖然講替代了皮米粉啦，皮都不錯哦。那你給他們兩個今天的分數是什麼？哦，總嚟講打100分哈，打個60分差唔多啦。乜嘅？爭60分啊！我做到腰強背掉爭60分啊！張大哥懂嚴格咯。耶，有米粉咧！一下你有米粉咧，個很看到嘅菜，你也偏係捱得鐵牌。哎呦，我送捱蛋你。你來，菜人雜菜啊！乜嘢菜嘢？對下人就啲嘅。先見一家誒。一樣啊，個鐵牌捱冇卡誒。哦，當蟲啊！來，包場過後就做得老爺，家下嘅3樣東西，全部個表都轉來。然後開始了標秘密武器。秘密武器。愛唱意識紅牌，太家中下地大條線。一下來到張爸爸嘅屋企。也專出色嘅地方啊！係啊，我一下係呢啲，我擺菜園，看有乜嘅做得別多嘅，好嘛？啊，讓我不會客氣，來，好厲害！好，那都喝不完啊！也喝不完。下班我到也一些愛去煮菜盤苗栗客運嘅溫醬色。好啊，做得啦。我就看下我看有乜嘅菜好。有，我唔會停烹啦。係。我停咗乜嘅事？我按樣好嘅啦。啲飯酸素挺高嘅。我爸愛炸嘅飯酸啊，一難。哦。古時候5樓嘅天數炸嘅飯。我年輕力壯嘅時候。好。好。好。要踩大的，好，對。哎呦。耶！哦，有幾多小米？還有這個。哦，哎呀，條牙蛋。哎呦，還有斑比啊！幾時唔跌？按樣講，結局冇運通喎。幾條題北上以後，按條我嗬，哎，執嘅盤算，條那會鹹呢。阿爸，這個摘得好，摘要反身要戴安全帽哈。風速，voilà，反身係實質了，係所綁菜了。我唔怕，我反人來摘。哇，哼，嗰隻。哦，當蟲哎，不要緊。來。壽司面啊，壽司要調哈，它在調炒，那一條對。哦，
要吃个台条哦。然后那一条大个，第二条，哎，来了。种平常的东西啊，就会吃到个当像汉堡、安拉、古手单位，通用去搞个恶势力，然后再去，有乜嘅困難，千萬還要請爸爸。大工作哦，不應該爭嚟撩哈，爭嚟撩，爭嚟摘菜哦。父亲的闺女咧哈，開始啦，攤咗哦。原本人我做乜嘅菜？我係想要做順乾孔肉泰式酸辣蝦。好，我愛做嘅就係客家炒米粉，嗰還有炒雞酒。哦，哇，兩樣就係客家。當然客家米哦。誒，炒雞酒我用乜嘅油？麻油，先別姜嘛。哎，別到起毛。唔困難。哦，玉米雞。哦。而家你講要啲剪俾有兩個擦。我一咪係。攞杯吼，我落去用剪刀有肉嘅色，cái甜味真唔會流色。古上日間嘅孔肉油鍋，先必煮過。順乾，我先煮10分鐘。都嘛煮10分鐘啦。這個蒜面哦，上蒜，當煮開，煮冇變，按蒜用。我一片肉炒差唔多攞杯看起來熟嘅，我就來冰酒。全酒的哦，全酒的哦，完全冇水的哦，也就係客家當正統嘅炒雞酒，那啲半隻雞吼，差唔多2罐就做得嘞。2罐半啦，我起煲嘅之前，張哥來加100啊。講到盡量嘅俗語，2罐的嘛。哎呦，還沒先來2罐。哎，你不要賭氣好不好？哦，順乾冰咧，強下哦。哦，一下牙片，開始看到有啲滾嘅嗬，就嚟灌下細火地位，然後嗰嘢甜起來，差唔多一槍一按用嘅較熟嘅雞嗬，就差唔多40分鐘到50分鐘，按用一隻雞炒雞酒就好嘅，純正的美味，好啦。好，接師傅。接師傅，而家按用我注意叫誒。我買差唔多50分一點。一下做天意出，我做乜嘅？泰式酸辣蝦。我做客家炒米粉，來預備開始。呀，做肉係到肉店自家切嘅啊，係嘛？先冰油。哎呦！而家要冰乜嘅？蒜頭辣椒誒，我切到按油哦。哦，看下嘅肉炒到都有得按金黃色，按樣就做得先攞佢拿起來。一下我嚟表揚蝦米，我一冰係用嘅，全部包香嘅嗬，過來冰到向下。哦，豬膏出來了，蝦公。誒，聽講有個蝦公嘅，哦，動厲害係嘛？按賣力穿來的。你睇到嘛？見。哦，香菇咩咁樣包俾香來，包香過後就做得老爺，家下嘅3樣東西全部個冰都轉來，然後開始來冰秘密武器。秘密武器。蔥油。誒，你喺設備走誒？設備。設備啊。誒，然後還有一樣東西就係拍胡椒粉。我來冰豆油、米酒。然後冰一些的鹽，然後冰一些的糖，
唔好讲啊，对唔好。哦，怎么样？你不要跟我说不怎么样哦。我娘的味道。啊，红萝卜咧，没还要切丝。哦，你家台灣用幾少嘅地方，要泡哦，汁越多哦。紅蘿蔔你冰魚，落沙下來，保利菜。哎呀，米粉泡幾久啊？15分鐘以內就好誒。唔可以樣，做得晚起來樣就好。哦，即係對雜。對，對雜。一下呀，料誒咩拿去冰入去。哦，人哋30分鐘可以旁拍呢。哎呦，人家酸辣蝦係乜個事誒？泰式誒，哦，你有看到冇？那個客家炒米粉係咧幾條誒。唔係，就唔可以同你姐介紹啦。係啊。哦。一下就會功夫。哦。你看，我做出來下講係一米一米嘅。有冇？有咩係功夫 ？Good。好，前面牙流全菜冰入來。好咯。有好呀。蠻好誒。嗯，多謝多謝。哦，過關。也就係正宗朱文嘅客家炒米粉。下，你嘅正宗，佢講佢愛送本人呢兩晒一出菜。哦，這樣啊？出乜嘅菜？喲，高手在民間哦。因為當係都炒嘅孫西木同樣哈。台灣的味道。媽媽的味道。台灣媽媽的味道。鄉土的味道。鄉。台灣媽媽鄉土的味道。好了沒有？你們兩個要接頭長啊。你嘅正宗，佢講佢愛送本人呢兩晒一出菜。哦，這樣啊？出乜嘅菜？道地的客家小炒。平常都冇開有炒也冇炒。有喎。有啊。有喎，家庭主婦。嗰嘢先標乜嘅？3層肉。3層肉。哦，好。素要比較香軟哈。客家小炒就是要香。你叫了哈，哦，蒜頭先包，炒，蒜頭先包一下。小米出來喲，哎呦，出來了哈。幾下俾我買㗎？豆腐乾。哎呦，好，一下豆腐拿用嘅，用嘅，有。我也唔愛，喂，嗱，這個招貴啲喎，唔會人啩？哦，好嘛，來標一點位哈。呀，忙啊標。忙啊。這有忙啊。我們放個芹菜。哦，放芹菜。放個芹菜。有高手在民間哦，因為人係都炒嘅孫西木同樣哈。木香。哇，味道就出來了哈。好，最後一個。乜嘢東西？蔥。蔥第5屆香的來源。香的來源。對。哦，好。收工，哦，讚。料理真嘅係冇標準嘅答案。我做嘅客家炒肉程序就老站長做嘅就冇重要。我看見樣當順數啊，煮出來咩有米絲啊，估上哦真嘅煮菜就會歡喜就好。
个一哈全部做好诶，他家做在吃饭诶哈，不是哈去要去他夹吧哈。阿叶炒米粉按好些。啊，我爱做了头粉买炒米粉。来，万来。做对吗？哈，好吃好吃。我这一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米粉，就是这一碗。我听得出你的真心，真的。说实在的，你们到底有没有吃过站长炒的这一个客家小炒？现在真心大考验。有没有吃？有没有吃？啊？是有没有吃过？有没有吃过？以前站长，我刚看到他这样子，有没有吃过？有没有吃过？会转弯呢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今天吃了这一顿之后，有没有觉得这样子的料理？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料理？美味。美味吗？哦，大哥呢？肚子饿了。今天的疲劳解除了吗？应该是吧。这个包山包海嘛，这句话。山珍海味，简单。简单。有的说来吼，真嘅唔好讲好糖花呢，煮到很辛苦，结果佢人系讲简单吧。印象就像么，迄简单的意思係乜嘅？到底是包还是扁？我相信你绝对是说的是简单的美味，因为你都没有把筷子放下来过。大哥呢？你觉得？让我想起我的妈妈，果然。想起你的妈妈，因为你妈妈平常都会做菜，都是很乡土，台湾的味道，妈妈的味道，台湾妈妈的味道，乡土的味道，乡台湾妈妈乡土的味道。好了没有？你们两个要接头长啊！他有多爱苗栗客运，你知道吗？做到吐。啊！有没有？那不得已的。哦，不得已，好，不是爱到那种做到吐。不是。啊，后来就他也过后全部就试茶，当时有炒公茶，嗰下都特別前面要當防片。當防片。係啊，公茶就他有炒。唔過一真嘅，就講做那個卡，然後看到一看到苗栗客運就知道哦，我就是回家了。看到苗栗客運，就覺得我回到家了。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台湾乡土妈妈的味道，感谢我们的辛苦了苗栗客运的所有的问奖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谢谢你们。常常会遇到不一样的客人要去面对，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是轮班轮休的，所以说很多时候假日没办法陪家人在一起，这个心态上必须要克服的。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工作，我来这边已经做了将近14年，我今年也要准备退休了，我觉得就尽到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本分就好了。一车吃到吼，要80个问奖，迄当严肃的人。我根本实在反应后，我讲提讲吼，有可能迄家就味道讲，规查的人的安全。故说吼，较谨慎、较严肃。其实实在反应会当提供，加了拼，就听普通人讲啊，要讲笑笑啊，每张提供，加了生好，真紧当辛苦。也摆转到故乡，人事环境改变当多，苗栗客运还是行到相同的路线，客运的司机朋友，希望到认真的付出，帮爱到的生活。很那美好。坚持梦想，我感覺幸福。拜拜。